自2024年2月初9，每日成安宫读经，奉献上重要的圣经，咱做来听读出埃及记38章第1节到31节。以色列用金合欢木做烧化祭的祭坛，长甲宽拢2公尺20公分，是四方的，悬1公尺30公分。伫坛的四角头用4支翘起来的角，甲坛连做伙。规座祭坛用铜包底，伊阁用铜做坛所有的器具，就是桶仔、杵仔、碗、肉册甲火鼎。伊为祭坛做一个铜的网，安伫祭坛四面为腰板的下半边，互网对坛的半腰伸到下面。伊伫铜的网的四角头注4个铜环，做长管的路用。伊用金合欢木做管，用铜包底，将管藏伫祭坛双边的环内面。通光祭坛用帮做祭坛，中央是空的。伊用铜做洗肠的盆甲盆座，是用伫会幕门口服侍的妇人人的铜镜做。伊用扫过的幼麻甲会幕围一个埕，南边的围长44公尺，围有20支挑20个有榫孔的铜座，挑的钩仔甲环管拢用银做。北边的围长44公尺，挑20支铜座20个，挑的钩仔甲环管拢用银做。埕西边的围22公尺，挑10支铜座10个，挑的钩仔甲环管拢用银做。埕东边的围宽22公尺，入口的双边围的长拢6公尺60公分，吊围会挑各3支，有榫孔的铜座各3个。埕四面的围拢是用扫过的幼麻做，挑的座是铜的，挑的钩仔甲环管是银的，挑斗是用银包的。埕所有的挑拢用银的环管连接着。埕入口的门篱是用刺绣的手路，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甲扫过的幼麻绣的，宽9公尺，悬度甲埕的围同款2公尺。吊门篱的挑有4支，有榫孔的铜座有4个，挑的钩仔是银的，挑斗甲环管用银包底。会幕甲埕周围的漆仔拢是铜的。下面这个是利未人照摩西的命令，经过祭司阿伦的囝以他玛的指导，清点放约柜的会幕内面器具的记录。犹大支族互尼的孙乌利的囝比撒列完成上主命令摩西所着做。伊的同工但支族阿以撒末的囝阿何利亚伯是雕刻师，嘛是设计师，正晓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甲幼麻刺绣。为着圣所所有的工程奉献的金仔，照圣所的工称，拢总有1000公斤。会场中间点算价的人所献的银，照圣所的工称有3430公斤。
20岁以上有登记的，总共603550人，照姓数的公称，逐个人奉献6公克的银，引用3400公斤的银，注姓数甲长离有损空的座，总共100个，逐个座34公斤。遐剩落来的30公斤的银，比萨勒用来做条的钩仔，包顶面的条斗做环关。会众奉献的铜有2425公斤，引用这铜做会幕门口有损空的座、祭坛的铜网，甲祭坛所有的器具，以及埕四围的座甲埕的门的座、会幕甲埕四围拢总的器仔。奉献上重要的，时间得过若得飞，输一个就搁来到岁末的29暝。这时你检差拄伫无用摒扫、采买年菜，也是排队伫找车坐车回乡，也是赶去领钱准备包红包互士大人甲士婿。假使你是从事餐饮相关行业，想必搁较无用试试。毋管安怎，今晚还是着好好坐落来食一顿过年饭。台语俗谚安尼讲：食菜头粿好彩头，食法粿发家伙。今晚除了和厝内的人斗阵围炉享用过年饭，也是斗阵孝顺上帝恩典的最佳时刻。今仔日的经文，比萨勒继续打造烧烤祭的祭坛和祭坛所需要的，用铜做坛所有的器具，就是桶仔、杵仔、碗、肉签甲火鼎。这器具看起来拢像是厨具，确实，因为是为着要点祭坛顶烧牛羊顶的祭物献互上帝。今仔日的经文指出，铜盆和铜盆座是用伫会幕门口服侍的妇人人的铜镜做。灯笼时的镜是用磨光的金属制作的，用玻璃做镜是到罗马时代才有的。爱水通讲是人的天性，伫旧约圣经的时代，搁较将女性爱水当作是一种的比喻，通讲是妇女上重要的物件。对经文中，咱并无看到摩西吩咐人爱甲家己上重要的宝贝献互上帝。毋过伫圣母门前侍奉的妇女，却甘心乐意甲贵闪闪的铜镜奉献出来。这种慷慨奉献的作为，也诚做现今读经文的咱回应上帝恩典的典范。对伫圣幕的制作，人民除了奉献木材、布料甲宝石，搁奉献真侪贵重的金属。若详细清点，以色列人民奉献的金银铜，重量总共超过6000公斤，其中黄金1000公斤，若换算做台币，差不多现值20亿。银总共3430公斤，大概价值9000万。若是铜的部分，奉献的数量是2425公斤，大约价值2000多万。无论对现金的角度，还是用当当时的眼光来看，这个拢是真庞大的奉献。摩西身边应该有一群专业的
仓储管理团队，帮助伊点算这个奉献，佮交互比萨列分配做各样器具的材料。毋过摩西自头到尾拢无清点倒一号奉献有偌济。无论安怎，以色列人拢尽家己有才调的甘心奉献，每一点一滴也拢用来放伫圣墓的起座。上帝也看重每一个人奉献的心。默想，我真正愿意奉献上重要的互上帝无？为着上帝圣工，我真正愿意牺牲奉献一切无？上帝安尼看重咱每一个人，我也安尼看重伊，是无？我真正愿意奉献上重要的互上帝无？为着上帝圣工，我真正愿意牺牲奉献一切无？上帝安尼看重咱每一个人，我也安尼看重伊无？咱来祈祷，主上帝啊，求你互我学习将上重要的奉献互你。相信无论偌济，无论形式，你拢会力奉做名求。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